大家好，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我係希利。今年5月喺牛頭角發生涉及高齡的士司機嘅致命交通意外，的士落斜時懷疑失控鏟上行人路，釀成兩死兩傷慘劇。事件再次引發坊間對高齡司機駕駛安全嘅關注。政府數年前已經建議收緊高齡商用車司機嘅體格證明要求，但係到目前仍然未落實。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正爭取下個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報告最新進展，目標出年年中落實。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表示，早前檢討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建議提高的士司機體格證明要求，當局爭取下個月向立法會報告進度。選委界議員劉家強於立法會口頭質詢，關注提升高齡職業司機駕駛安全嘅措施。廖振新回應話，早前已經檢討相關規例，建議提高的士司機體格證明要求，包括將的士司機提交體格證明嘅年齡門檻由70歲降到65歲。另外，將駕駛執照有效期縮短到1年，並制定醫療指引，供醫生為司機體檢嗰陣做參考，以及提高體格要求，例如聽力、視力等嘅要求。廖振新話，當局舊年第4季完成體格評估試驗計劃，了解醫生同商用車司機意見，獲正面回應。可見擬議醫療指引同體格檢驗證明書係可行而且實用，將會繼續改善執行程序，正敲定立法細節，並繼續立法草擬同籌備工作，爭取7月份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報告進度。選委界議員李浩然關注體檢開支會增加司機負擔，而且唔同服務收費參差。廖振新聲稱會宣傳鼓勵更多醫生向年長司機提供體檢服務，借助市場力量令到收費更具競爭力，並會同醫務衛生局合作設立醫生名單，方便司機選擇。又話合資格長者，包括年長商用車司機，都可以選擇用醫療券支付私營基層醫療服務，包括體檢費用。議員劉家強亦都關注當局會唔會借鑑唔同地區經驗。廖振新揚言會繼續研究點樣利用創新科技同人工智能技術評估年長的士司機駕駛表現。留意到內地自助體檢機設施可為駕駛執照申請人提供基本檢查。韓國亦都有針對年長司機推出自願性模擬駕駛測試計劃，會密切關注有關技術發展同成效，探討引入嘅可能性。有議員表示，近年的士駕駛意外問題嘅本身係行業青黃不接。選委會界別陳忠儀表示，的士業界面對司機老化，老齡司機因為長工時引致體力透支，令到路安全存在嚴重隱患，但係年輕人又唔願意入行。運輸局副局長回應，65歲高齡司機根據局內嘅資料，喺2015年大概佔17%，但係到今年已經倍增至佔34%。當局都喺唔同行業商用車司機鼓勵引入更多方法吸引年輕人入行，包括培訓課程、簡化的士考試，用唔同方法吸引年輕人。亦都有議員關注體檢會唔會有客觀標準。選委界陳祖光提出，政府會唔會指定體檢中心，平衡醫生主觀判斷？不過廖振新指，若果指定1-2間機構提供服務，工作量會好大，延長輪候時間。重申現時延續醫生名單嘅做法。會上亦都有議員關注涉及公路工程車輛嘅交通意外，關注當局會唔會檢討工程車擺放雪糕筒嘅提示效果。政府表示會深入研究。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